我本身係做客戶接待嘅，鼻敏感同鼻炎已經好多年啦，成日鼻塞、流鼻水，見客嘅時候真係好尷尬，成日要拎住嗰個紙巾，講嘢都唔順暢。試過好多種方法，食藥、噴鼻都係治標唔治本，好影響形象同嗰個狀態。後來經朋友介紹，知道人樹有盧永田教授，佢係鼻科領域好資深嘅專家，我就預約咗佢幫我檢查同埋分析。盧教授好細心，解釋咗鼻甲同翼管神經手術點樣可以徹底解決我嘅問題。我聽完之後好有信心。手術前，盧教授同麻醉醫生都好貼心同我講解咗成個手術同麻醉嘅過程，話俾我聽點樣確保安全同埋舒適，令我完全放心。手術過程好順利，麻醉之後就好似瞓咗一覺咁，瞓醒就已經做完啦，即日就可以返屋企。手術之後，人樹團隊仲好細心跟進我嘅恢復情況，教我點樣管理輕微嘅不適，完全唔使擔心會好痛。恢復得好快，最驚喜嘅係星期五做手術，星期一就可以正常返工啦，完全唔影響形象。而家已經過咗半年啦，恢復得真係好唔錯。最明顯嘅係以前一到轉季或者係天氣變化，鼻塞一定會反覆發作，但係今年完全冇再出現呢個問題，呼吸一直都好順暢，成個人嘅狀態都係好穩定。真係好多謝人樹鼻科團隊幫我徹底擺脫咗呢個問題。即刻 WhatsApp 呢個港澳專線，想要自由空氣，你仲等咩啊？